欢喜学台语，真福气阿嬷。今日要来讲41篇爆米香甲炒米香的典故。伫个真早庄脚的时阵，拢听到爆米香的车来，伫个大庙埕，也是大树骹，驶一台铁牛仔车，后壁后斗，放一寡机器。嘛有驶三轮仔车，到尾也进步到发财仔车，伊迄管顶拢放乌噜噜的物件，就是咧爆米香，咱即马已经进步到有迄爆米花，这拢是爆米香的一种。咱即个童谣有简上人的诗人伊创作一个炒米香。就是要互囡仔算大人囡仔拢会使来算这个一算到10用手机来比嘛会使配乐音双板，也是德米仔也是木做的乐器，也是乌克丽丽也是吉他拢会使配音咱即马来大家试头看卖仔咧即个炒米香真趣味足新鲜的讲阿嬷、孙仔囡仔兄、囡仔姐父母拢会当做伙来耍这送互囡仔即马笑做暑假的礼物真侪中学生国小的大学生。听台语拢听无，所以兼华语，阮咧讲故事的时，样样的阿嬷伊就讲爱讲一寡华语，互因会当了解，这个两输赢，就是咧猜拳，猜输，就是两输，咧算输，直接甲因解说咱即马开始来炒米香，一个炒米香，二个炒韭菜，三个呛呛滚，四个炒米粉，五个五将军，六个六子孙，七个蚵仔煮面线，八个讲伊要分一半，九个九金宝，十个弄大锣，拍你千，拍你万。1005万，秋未见笑，两输毋甘愿，两输去下句，算输去下句，我要来去斗老师，真趣味咱即马要送互这个暑假的朋友大细汉拢会使算这个单元就是会当算这个会用拍掌嘛会使，用这个辅助的这个器材来配音有节奏有这个格调嘛有童谣韵的道具的顺口溜这拢会使随在恁算真新鲜祝福大家，再会。